讲到美国 NBA 传奇球星威斯特昨半暝过身，食甲86岁。威斯特就是 NBA 老国神仙，伊是 NBA 史上唯一一个有3届预选拿球名人堂，佮拍输总冠军赛，嘛照常摕到 MVP 的球权。即马 NBA 飘忽，就是照伊本人本尊所画出来。 NBA 传球球星威斯特12半暝过身，享受86岁。威斯特生涯上出名的代志，就是1969年 NBA 设计全新的 logo。迄个时阵，设计师参考伊运球的动作，打造应用到即卖的标志，互伊得到标志神圣，也就是 logo man 的外号。 威斯特身悬188公分，拍后卫。1960年，互湖人队第2顺位选到，到1974年退休，拢伫湖人队，捌帮助湖人队1972年得到冠军。不过1969年总冠军赛，湖人虽然拼7场，不过也是输互塞尔提克。威斯特平均共37.8分，也是协选总冠军赛上有价值的球员，是历史上唯一协选的败队球员。 威斯特退休了后，转任湖人总经理，带动湖人队才有的小 time 热潮，过8届帮助湖人得到冠军，2届入选 NBA 最佳经理人。1996年选秀，伊真有眼光，选到后来的传奇球星科比，伊甲科比都若亲像爸仔囝，做伙打造湖人王朝。即马2个人拢已经过身。2019年，伊得到迄个时阵担任美国总统川普颁发总统自由勋章，这是美国百姓最高荣誉，伊表扬伊一生的成就。 I was a dreamer. My family didn't have much, but we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s, and I'd sit alone on our front porch and wonder, if I ever make it to the top of that mountain, what will I see on the other side? Well, I did make it to the other side, and my dreams have come true. I've been able to see the sides thanks to that bouncing ball. 离开湖人队了后，威斯特持续伫灰熊、勇士抑个快艇队展现伊的行政专才。优秀的行政能力，互伊伫今年进前以总管身份协选名人堂，这已经是伊生涯第3届入选名人堂。前2届分别是以球员加奥运代表队成员的身份协选，也是到即马唯一3届得到名人堂肯定的传奇人物。 拿球之神佐顿发声明向威斯特致敬，佮讲威斯特都若亲像伊的大哥。湖人球星詹姆斯、NBA 总裁史佛，这系美国拿球界大人物，也拢对威斯特的过身表达哀悼。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。